本文由作家顏純鈎先生授權轉載自佢嘅 Facebook，標題係高額獎學金取悦黑人，中共擺闊為國際戰略。學者丁學良喺信報撰文，比較中美兩國資助外國留學生獎學金嘅制度。據說最近特朗普當局通知哈佛大學必須公佈發放俾來自中國留學生嘅獎學金細節。呢一啲獎學金總額高達數億美金。政府並指呢一項舉措違反咗美國嘅民權法。丁教授由此引申到比較中美兩國資助外國留學生嘅獎學金情況。據佢了解，喺中國大陸嘅非裔留學生每年可領取10萬元人民幣嘅獎學金。大學當局為安撫呢一批留學生在異國他鄉嘅精神苦悶，甚至俾每個黑人男學生分派一個中國女大學生作伴讀。呢一啲非裔留學生喺大學嘅住宿應該係免費㗎，每年10萬獎學金，即係每月收入高達8000元，用於飲食同零用，不但相當闊綽，甚至都比一般中國打工仔身水身汗做一個月仲多得多。丁教授透露，有啲非裔學生就憑呢一種優待政策喺唔同高校之間跳嚟跳去，每換到一間高校，又可享受幾年嘅高額獎學金。同佢哋家鄉嘅窮困潦倒相比較，簡直視中國為天堂。至於女同學伴讀，更係體貼到家。即使同校嘅中國男學生，佢哋多數亦係背井離鄉。莫非佢哋並冇精神苦悶嘅問題？中國女學生因為係校方分派，無法拒絕，多數只能默忍就範。但網上有唔少女學生訴苦，話飽受非裔男同學嘅性騷擾。最令人齒冷嘅係呢一個無恥安排，與其話係校方對非裔學生嘅體貼入微，不如話係教育部官員猥瑣下作嘅強烈代入感作祟。為表示校方嘅關懷到家，連非裔學生性苦悶嘅問題都關照啦，因此而令中國女學生受辱，就被校長大人們視為佢哋對革命應有嘅奉獻。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出台如此冇人性嘅政策。如果喺美國發生呢一種事，不但冇女學生會順從，大學校長更要引咎辭職。但喺中國，校長講嘅話就係法律，女學生要畢業不能不屈從，即使遭遇任何不堪嘅羞辱，亦只能啞忍。網上資料透露，中國每年接收嘅非裔留學生大約喺61000至81000之間，取一個中間數都有7萬，每年7萬人，每人10萬人民幣。國家一年花喺非裔學生身上嘅獎學金就高達70億元。如果呢一項政策實施咗10年，咁中國人民就為非洲留學生付出咗700億元人民幣。呢一筆錢用嚟資助中國嘅窮苦大學生唔好咩？何必益到山長水遠嘅非洲去呢？非裔留學生同普通中國人一毛錢關係都冇，都係同中共嘅中國戰略大有關係。中共自老毛時代起就以第三世界領袖自居，拉攏亞非拉中小國家，同美蘇歐日等大國相抗衡。自加入聯合國後，中共又苦心經營聯合國嘅主導權，收買大量中小國家嚟到維護中共嘅利益，以此操縱聯合國投票結果。習近平上台後，大搞一帶一路，非洲更係中共拓展國際戰略不可缺少嘅部分。接納非裔留學生，顯示中共對第三世界國家嘅善意，以金錢收買討好非洲政要，曲線換取戰略利益。呢一個係中共處心積慮嘅一招。此外，非洲窮鄉僻壤，人民食不果腹，教育水平極低。大凡一個苦學生嚟到中國接受大學教育，返到自己國內都會成為政商中流砥柱，喺未來嘅政局中佔據重要地位。呢一啲留學生因為中共嘅善待，對中國留下良好印象。一旦佢哋進入中樞決策機構，自然抱有對中共政權嘅感恩心態，將使兩國關係傾向於對中共有利嘅方向。最後，非裔留學生回到國內，個個成為人上人，亦令非洲普通國民對中國充滿艷羨之情。對於中共喺當地竊取礦產資源、投資大型工程，都會有正面嘅推動作用。從國家利益嘅大局嚟睇，幾百億人民幣嘅支出，幾萬個女學生嘅犧牲色相，都係本小利大嘅戰略利益。美國支付俾非裔留學生獎學金，本來出於同情，但呢一項政策被濫用，反而喪失咗公平性。
丁教授指出，特朗普當局已向多所著名私立大學同少數公立大學發出通知，責令佢哋廢除招生過程中優待特定種族嘅規則，否則將會被取消政府嘅大量資助，甚至遭法律追究。據說多數大學已經基本上改正。丁教授解釋，每隔若干年，美國都會有獨立嘅智庫或大學研究中心檢討美國中長期國際交流項目嘅實際效果，並提出改進方案，因為呢一啲項目都係納稅人嘅金錢支付。可惜喺中國根本無法讀到呢一類系統客觀嘅經驗研究報告。丁教授發出連串追問：過去10幾年來，中國納稅人嘅錢花費咗幾多？以點樣嘅標準俾乜嘢質素嘅非洲人進入內地大學讀書呢？佢哋平均喺內地呆咗幾多年呢？佢哋學到嘅主要知識同技能係邊一啲呢？佢哋回到本國後做咗邊一啲工作呢？佢哋呢一啲工作咩環節係同佢哋喺中國受教育相關㗎？佢哋喺咩時候、乜嘢地點同埋以乜嘢方式展示咗中國教育嘅綜合效益呢？佢哋本國民眾有冇機會了解呢一啲資訊呢？丁教授嘅追問當然不可能得到中共官方嘅回應，因為資助非裔留學生雖然係局部教育政策，牽涉嘅卻係中共對外關係，講穿咗等於泄露國家機密。中共今日相當手緊，連黨政部門薪水發放都有困難，呢一筆獎學金會唔會維持落去，亦只好走着瞧啦。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並唔反映大紀元立場。